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同化政策仍在继续。根据来自东突厥斯坦的消息，中国独裁政府将无数维吾尔人无辜抓捕、关押在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监狱，接受各种非人般的培训。其孩子分年龄段送往少管所、孤儿院，实施洗脑同化政策，玷污孩子们的幼小心灵。美国国务卿庞培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表示，面对伊朗的威胁，美国与以色列同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昨天在电话交谈中宣布，同意继续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奥斯曼军队在伊拉克库特地区反对英国战胜102年之际，在土耳其公墓举行了烈士祭奠仪式。迈克尔·蓬佩奥与沙特国王就双边关系、地区及国际形势举行了会谈。在会谈结束后，与沙特外交大臣祖拜尔举行了简短记者会。迈克尔·蓬佩奥指责伊朗向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提供武器，干预叙利亚和伊拉克事务，从而威胁整个地区安全稳定。祖拜尔在记者会上说，沙特完全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并呼吁对伊朗施加更严厉的制裁。叙利亚哈马达政权和伊朗革命卫队弹药库遭袭击后爆炸，造成38人死亡，57人受伤。